百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伫动物园讲台语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唔知啊，恁敢有去过动物园咧？那讲到咱台湾的动物园啊，无论是老牌的木沙动物园、寿山动物园，啊，就是寿山动物园，啊是民间经营的绿福村九九峰动物园，这呀，逐间拢有因的特色哦。只要咱去进前啊，先做寡功课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，去到位啊，拢会当学到真侪知识哦。不过观众朋友，恁敢知？伫动物园看动物的时，卖当讲台语哦。那安尼啊，去动物园到底会当使用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咱讲啊，每一间动物园想要表现出来的特色，拢无共款哦。像讲啊，有一寡动物园，迄鸟人啊真大，人行入去会当和无共款的鸟啊互动。啊，那遐唔惊人的鸟啊，佫会停踮游客身躯顶悬哦。嘛有一寡动物园啊，有遐全台湾干那伊遐有的动物啦，像讲啊，无尾熊啊，就是蚵啦，啊，就是遐也是讲啊，遐目睭乌乌、身躯大颗大颗的熊猫啊，嘛有人叫伊是胖达啦。哦，这些啊，拢是干那某一间动物园才有哦。所以，若有人招人去的时，咱会当问对方讲啊。请问，迄间动物园有啥物较出名、较特别的？安尼啊，人就会甲咱解说。等到咱去到现场啊，若是咱要把握时间，先去看某一种动物啦。这时，咱会当问工作人员讲啊，请问狐獴伫倒一区，安怎去？安尼啊，工作人员就会甲咱报路咯。啊，若有时阵，咱对某一区的动物拢有兴趣。安尼啊，咱嘛会当问讲，请问非洲动物区安怎去？安尼啊，去到遐就拢无问题咯。大部分的动物园啊，拢会有特别的设施和特别的动物表演。像讲啊，有一寡较大的动物园，就会有游园车啦，哦，也无人讲是游园车，互咱坐时啊，毋免惊甲偏偏喘。啊嘛，有的动物园啊，会有动物表演的教学，所以咱若想要利用，嘛会当问工作人员讲啊，请问游园车偌久来一班？爱伫倒位坐？还是讲，请问饲骑鹅的表演几点开始？安尼啊，咱就会当顺利坐着车，看到表演咯。复习，迄间动物园有啥物较出名、较特别的？某物动物伫倒一区安怎去？非洲动物区安怎去？游园车偌久来一班？爱伫倒位坐？饲骑鹅的表演几点开始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安尼听起来，伫动物园讲台语是毋是真新鲜、真趣味咧？后回啊！哇！大家试看卖哦。今仔日咱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